好，今仔日是2023年第68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是头第一个礼拜台湾文学欣赏会的专题。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垃圾的散文有宝、俗语甲文化保障。我伫遮伫制作即个垃圾先生的时阵呢。伊就一直咧谦卑讲吕教授是伊的老师，伊家己带入来做即个咸酸甜即个伊才有才力通搁续手一直做落去。嘛一直讲叶明兄，今仔日咱的对谈人之一的蔡叶明兄，讲是伊的贵人，若无因遮少年的帮衬。因这拢嘛无法度通去上线来，互大家知影。今仔个听吕教授咧讲，我才讲恁结果就是恁逐个拢安尼，遮谦卑着讲伊较敖，甲伊较敖，拢是讲迄落安尼。时间咧超偌济，害我伫遐变半步，结果逐个煞阵感觉讲伊安尼讲伤济，吕教授讲伊伤济是吧？我即马都不管啦，反正1点钟恁3个人去分配，安尼恁家己去处理吼。好前几工我才听到一个读册伴，伊是做台文资源教师，已经20几担不止奋斗的老师。伊有咧讲台南出产台湾文学的作家是大本营，毋过现主是咧运动台语的大本营，实在讲是中华中华中华县的遮的志愿教师吼，因若不管政府办的营队，还是比赛，还是所有的啥，因就是拢专员在出动咧走总。咱今仔日就是垃圾老师甲吕教授拢是彰化人，我想因原来是伫早期就也诚济的政治伫咧彰化即个，所以像阮即时咧读即个阿英即个故事，定定都会讲着垃圾啦，即个吕教授因遮的名，都会拢会一直提起遮的咱今仔日总算有机会。甲即两位咱的台湾运动者的先辈请来吼，咱实在是足有福气，通好来听即场的演讲。确实有影，我嘛毋知要怎安怎甲你介绍，因为恁已经拢甲地良伟因教授因伫遐受启明吼，来知影讲要安怎来为咱台湾即块土地要安怎来拍拼吼，所以这嘛留互阮做后辈的人继续应该爱，搁继续吹播落去吼，所以逐位包括梁光兄、陈瑞先生，逐位拢是我所敬听。我今仔日会当伫咧遮嘛是真是有福气的人吼。其实我对文学是外行人，拢抑搁伫学习的中间吼。我加话就免讲，因为期待的人伤过济吼。我进前的文宣嘛拢有甲主讲者对谈人的经学了拢有传出去，所以我感觉咱毋免用时间开伫咧遮，咱就直接咱先请吕教授开场来直接演讲。你要演讲偌济，我就不管啦吼，因为恁两个咧扭来扭去，我嘛毋知影吼。吕教授，你可能爱搁开麦克哦，因为我头壳甲你禁起来。OK，即摆已经开啊。我的意思是讲，今仔主要是拉伊来主讲。我毋知拄则咧讲，拉伊先讲半点钟了后的时阵，我参
出现两个遮那个，拢一人讲即个15分安尼，应该是安尼吧？应该是安尼啦，嘿。是贵人安尼排你啦，本来是安尼排啦，啊，毋过咱是先生医疗，就讲爱互女教授讲较济啦，毋则我搁顶排。是啦，啊，所以恁逐个拢遮谦卑着吼，我先讲啦，我来先讲啦。哦，好啦好，安尼我先我着先来甲你开迄个咱即个网络，互你讲安尼，好无？我来先讲啦。嘿嘿。两个兄，但你的声无去哦，有啊有啊。迄但你个的声无去。贵人声无去，啊无迄个肖老师，你就要开始讲，嘿。好好好。无啦，我即马甲声关掉，我要来分享迄个肖教授的物件，伊要讲的物件。我是真欢喜吼，这个咸酸甜3本册吼，已经出版20多档啦。啊，即摆会当伫网络内底公开分享吼。啊，搁在我写迄个最近即几年写的做传人博物馆，搁会当上网吼。我是上欢喜是欢喜遮啦。啊，所以这内容我想我毋免讲伤济啦，因为内容已经拢上网啊，有趣味的人入去网站去看，袂歹安尼。啊，我是要先小解讲我遮物件是安怎会当上网安尼啦。3本的咸酸甜，俗语咸酸甜，这是李教授牵成，才有法度他写遮济物件，所以我讲李教授是我的师傅。伊一直甲牵成，啊，出版已经20多档吼，啊，最近就是由迄个蔡一鸣甲吴夏美吼，因迄个团队吼，啊，甲我整理经过题库内底内容用字，啊，甲有发现讲过去写了毋对的所在，因拢一直拢规个少年啊吼，即个白话字足赖，啊，搁在台语嘛足单调，尤其是有迄个虾米迄9本的字词典哦，做参考安尼，啊，阮就用迄个来做就是甲我过去写的物件有问题的，内底用的白话字有问题的，还是讲内底语词有问题的，拢用迄几本的字词典做参考，啊来整理安尼，已经开启。年外的时间哦，开启这少年啊，年外的时间哦，啊，即摆已经拢减成伫3本550签哦，已经剩最后的50签，可能这一礼拜就会完成安尼。啊，博物馆拢总有6张吼，已经上网5张，要完成啊。剩最后的1张，相信讲可能旧历咱人过年前可能会当完成去啊，啊，遮咱看到这个，我写的迄个博物馆，做田人博物馆吼，即摆咱看到这张图吼，这个就是阮彰化县内底伫阮潭中遮看到的一个，八卦山上悬的一个所在，八卦山上悬。这个上悬的大概400公尺啊，偌济款啊！我这有当时数字我记无真好吼。啊，这个所在，这个形吼，就是像一只牛的牛头壳后壁颔棍啊，迄个领。所以古早时代吼，这个所在我拢讲做牛角领，啊，就是牛角领。即摆人讲做牛角领，其实牛角就是牛港的意思，大只水牛的意思啦。叫做牛角领。所以
哦，所以讲，讲我用这个做一个标记安尼啦，哦，啊，就是牛角岭下边遮内底，我所写的故事拢是伫这个山骹发生的一寡做田人的故事安尼。啊，这个牛角岭哦，足趣味的吼，我拄好50岁啊，我才会晓驶车，才买第一台车，啊载我阿兄，去遐看看咧，啊对啊，看落来，阮坎顶，阮的故乡安尼吼，啊我伫遐吼看到讲，甲讲，哦，我囡仔时代吼，伫田里咧做工课，是逐摆拢嘛看到这个牛角岭，但是我到今仔日65岁，才踏骹到来到这个所在，好非常欢喜的。哦，古早时代交通无方便嘛吼。你遮有写430，哦，443公尺啦吼，啊，我在内底我写这物件吼，我写这个物件，毋是黑白写的啦，啊嘛毋是讲我捌遐济啦。我虽然讲是庄稼囡仔做传人的子弟吼，但是我囡仔时代我足爱读册的，啊，所以产业工课我有较办单，罔办单，我足好奇的啦。人咧做啥，人咧做啥，我拢真趣味就对啦吼。啊，所以讲起来讲，有一寡物件我无遐熟悉的，我无遐了解的，不过在阮家己就一个弟仔吼，甲我同窗的，叫做阿蒋，就是萧云松吼。我若未晓，我就拢去请教伊就对啦。哦，啊，佫其他像其他一寡古物啊，未晓啊，我的厝边吼有。寡查某人吼，啊，庄骹查某人，捌足济个，啊，我拢统统去甲伊请教。所以我内底写的拢是，除了我捌的以外，啊，我毋捌的，我拢会请教一寡专家啦。啊，这个专家毋是读册人的专家，是做事人啊，庄骹人的，捌真济的即种专家，所以内底吼。会你讲我写的物件比较上甲别人写可能会较无共款，就是有足在地化，足有迄土地味的啦。啊，我嘛用真端正的咱的台语，哦，咱的台语来写呢。哦，像咧挂除啊啦吼，哦，像敢若讲这个做田的部分哦，我就敢若做田的部分就分做几啊段来写。这叫做犁田哦，爱用什么技师？犁田了就插了用什么技师？啊，安怎插？哦，啊，过来就是挂除啊，挂除了就是收成就是风果啦吼，家猪啊啦吼，竹笋啊啦，哇，一寡哩哩酷酷的物件，内底包容范围非常宽。所以我用17万字来描写内底，大概放入去的图，大概千外张有啦。我收集的有2000外张嘛，啊，放入去可能超过1000张以上。用17万字来描写遐个图片的故事，啊，遐个图片的名称哦。啊，毋是干那迄个名尔，亲像犁，毋是干犁名尔，哦，犁手，犁头，哦，犁底，啊，搁再犁壁，哦，遐物件，我拢有迄图，啊，而且做详细介绍安尼。啊，我先讲到遮，来，再麻烦李教授来讲安尼。多谢。哇，啊，李教授，你啊，无就请你讲就讲袂要紧啊，嘿。李教授无伫遮哦。有。好，来，李教授煞来讲好啦。哎，
我是咧，我这先搁甲，哪会再变做细场啊安尼？就你迄个镜头无开哦。镜头无开吼，因为迄个镜头迄毋知走倒去啊。哦，就这张相啦，吼，这张相这个机器桶嘛，哦，迄机器桶内底插来迄个网啊，吼，哦，都分啊啦，啊，你底切的嘛都分啊啦，啊，分啊是啥物意思？实在讲，我嘛无了解，应该是甲做田有关联的一寡米啊做的，还是啥物啊？还是抹布做的遮物件呢？哦啊，这内底代志内底都有收啦，分啊，哦啊分啊菇，哦插来迄四支竹啊，叫做分啊菇，哦，迄种代志内底书典拢有写，啊，就是有遐书典字书典哦，我才有法度甲遐物件会当讲甲伊正名就对啦。哦，啊，你若找无正名的所在，不得不我有的所在，我会家己自作自端，我家己号一个名呢。哦，因为号一个名，大家较好记安尼啦。哦，来换李教授。哦，我咧找无原来遐，即马咧迄个影像才变做一排啊，细张。是毋是我爱先退出，你才有法度对通你先甲迄个迄摕出去，你先甲分享摕出去。分享。无，迄是伊咧，贵人叫贵人摕出去。好。安尼你才有法度通好分享。对，安尼我即马吼将声音即马有啦吼，啊，影像我也放出来，影像也无出来。安尼吼，伊咧找的时阵，我问肖老师吼，啊，你有讲着3碗饭、2碗菜汤，这是啥物意思吼？这俗语啊。俗语内底有一个叫做啥物？3碗饭啦，吼，就是互相烧饭啦。嘿，阿某啊，互相烧饭啦，互相烧经就对啦。我饭你，你饭我啦。听声，有听声，见切到细声啊！我已经切几啊煲，拢切无声，即摆才有声。嘿啊，好，我甲你讲下啊，嘿啊。有啦吼，我讲有声啦吼。有肖老师有声，嘿。肖老师还无声，头歌迄是有人出声，我甲禁起来啊。哦，阿某啊，互相烧饭啦，互相烧经啦。哦，伊是咧讲翁仔某的关系就对啊。哎啦，3碗菜汤啦。嗯。就是讲生活真艰苦啦，但是嘛爱互相烧经啦，所以叫做3碗饭2碗菜汤啦。啊，但是这甲饭甲菜汤有啥关系？饭共音吗？哦，饭相关语啦，相关语啦，嘿，讲起来讲。相关语哦，相关语。啊，搁有一个两汤。2碗菜汤啦，系啦。好。迄个如果教授先开已经开麦久啊，啊，迄个镜头还未开哦，卢教授。哦，对，我就是咧镜头哦，才搁一个即个物件确定。安尼哦。你有声音啊，无镜头，所以袂当分享是无？镜头有啊，镜头无问题啊。镜头无问题，毋过我无看到呢。伊家己会搁关起来呢。伊淡仔伫咧走的时阵哦，会搁关。好啦，无要紧啦吼。即摆咧创袂好势，等下阮走囝来，我再搁甲讲看叫要安怎处理。啊，无前煞落来讲啊吼。嘿。请讲。迄个冰田兄安尼吼，先讲一slu啦吼，啊吼，大家安尼知影讲伊咧变啥物网吼。啊，咱即摆网出了就举起来吼，加减要来说一个安尼就对啦吼。啊，我参迄个冰田兄吼，咧熟悉，啊，看伊所写迄物件吼，哦，像以前也有写南罗英啦，啥物货迄吼，我拢足欣赏诶啦。哎呦，安尼拢规个佫走去安尼。即摆迄个或者好，不要紧。我意思是讲吼，我一直咧做诶文学有一点啊吼，较甲人无共款诶，就是讲
我会行按台语的这条路来的时阵，主要就是因为声音的关系，毋是讲台语一定就比任何的其他的语言较水。我感觉这点的讲法毋是讲完全毋对，但是主要是你对其他迄语言你无遐尼捌清楚，所以你会感觉讲你台语较知影，所以你对即个台语的迄水的所在，你较有法度去甲了好准，啊，佮有法度佮甲讲出来。啊，这是做研究的人因真趣味的，啊，佮嘛感觉真较有把握的即个代志。啊，毋过当你咧讲台语，一定是比北京语较水，即点我定定含一寡幼稚拢伫咧讲这无一定正确。安怎你知无？因为你对北京语，你所理解北京语就是一般讲的，就是讲即个做尾即个做中国人拍输走赢来到台湾，啊，因各所在开始去生活，伫县区，伫其他种种的所在，尤其是伫即个学校有无？伫这学校咧教册，咱囡仔时代足侪迄外省老师，真正讲因咧讲的话，咱拢听无啥有诶迄类的这无一定是北京诶迄个系统的即摆你甲看，咱若即讲台语比其他的语言拢较水，这按你所接触到的遮语言来看的时阵听我举真侪例来讲，确实是安尼无毋对。但是你若讲比迄个真正咧讲北京语的人较水，这我感觉就了有一点我加减苛刻一撮安尼就对。你若去找一个，比如讲即个做伫北京伊嘛无咧读册照常参阮老母共款，参阮阿嬷共款，较早也无咧读册但是因的台语拢写叫你若去找一个，敢若讲迄个伫北京大汉的真细汉，不管查甫共款，伊共款，伊开始用过伊的话伫遐伫咧做即个咧，不管是咧讲即个正经的，还是咧讲即个较趣味的代志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好讲甲喙笑目笑。你若是北京遐的人诶，讲即讲有够水。伊足侪因所有诶足侪即个敢若毋捌听过诶话，伫即个老先生即个老太太遐规个重新出现。即你只要讲，咱所了解的北京话拢是差不多拢是经过即个通底价因的迄个语言的政策了后的时阵，将即个北京话遐外口的人较毋捌的，像讲较一般所讲的较家骹站的，大家较无了解迄规个拢甲扑掉。咱知影语言政策有一个足重要，就是讲伊要强调倒一个所在来做因的标准语的时阵，迄个标准语已经有真侪即个啥，真侪即个复诚侪等于讲留一寡因感觉讲较水的、较标准的语言留落来。所以咱去学到的，比如讲像我即代，我1945年出世的人，就是踮学校内面所学到的即种的华语。这华语实际已经毋是原始的迄种北京话。就是讲，敢若讲即种的北京话已经有足侪包括伫中国也好，甚至伫因北京本地也好，嘛已经开始因为政策的关系，开始无啥咧讲所以人无传落来，无传落来。这是啥物意思？这表示讲真水的物件一定是在地土生土长的这个比如北京人伊有法度去讲个足水的北京话，咱台湾人共款有法度讲足水的即种的台湾话这甲腔口无关系这主要是因的语词甲语词所包含的迄种的感情，是讲迄种的思想，这方面较有关系。这你毋是在地人，你无咧用，你就毋知影伊的水。咱台湾是安尼。伊伫北京嘛是安尼，所以
我定定伫咧教册诶时阵会用即个态度吼，就是讲，那我捌诶，我知诶，我尽量甲讲出来，啊，莫惊讲吼，一寡同道会感觉讲啊，你讲诶无啥爱听就对啦。哦，你台语，北京语甲台语共款拢足水诶，啊，台语无比北京语较水，讲你到着因起毛字会歹呢。啊，我就是即种诶态度，有一寡想法，一寡讲法，哦，才互一寡本来是足好诶朋友，啊，尾才无爱插你，看到你诶时阵，含甲你安尼说下落都无言，迄种诶安就对啦。我讲啥物话呢？我讲南管毋是台湾文学，哦，一声害啊！我讲南管毋是南管诶迄个遗载资料，毋是台湾文学主要。我是强调啥？我是强调讲南管因有一个传承，就是讲拢是师啊学师傅，师傅搁学因诶师傅，就是咱一代传家一代。啊，伫即款诶情形诶内面呢，因感觉讲袂使甲改变你，所以南管你袂使改伊诶剧本呢。而且迄种诶，伊诶剧本主要是啥？因诶迄个啥？因诶迄个啊，咧演奏诶时阵诶，迄种谱。啊，甲因诶遐词，即拢袂使改变的。啊，因原来安怎唱，啊，原来安怎演奏，就是安尼唱。包括迄种诶名称，啊，你若毋是因南管即个范围诶人诶时阵吼，你就完全毋知影啥物意思。比如讲，咱看南管诶资料，定定有一个吼，迄曾知诶知，吼，迄知谱，知啊谱，就是敢唱知伫咧演奏诶时阵，迄种知谱，大概是这意思啦，吼。我昨日在咧考即个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才知影伊本身就是南管从细汉就咧学的，哦，拢安尼因的即个叫做师傅遐，将迄所有的语言拢学落来，所以因甲阮讲吼，伊感觉足自然的，阮感觉我第一摆听到，阮看到拢讲指谱，啊，结果伊毋是，我叫做水谱，水哦吼。啊，水佫带片音的迄水，或者水谱，伊咧讲足自然的。啊，但是我听过拢第一摆听的，我若无去考即场的时候，我就无即种南管的一寡术语的迄种财物。哦，我目仔咧讲，我对财物这两字，我感觉足欣赏的。咱定定讲，拢无即款的知识。哦，啊，我用过长老教会因咧讲的种知识。因咧讲这两字的时阵，一定是讲财物，财个物安尼，财就是咧财，啊物就是佫进一步，吼、有一个无共款的迄个敢若讲真水的即个物件伫遐就对啦，吼。好，啊，我讲这就是讲吼，文学你就是一定爱有即种的，吼，有迄声音来甲伊对应。啊，过去咱咧读华语的时阵吼。有当时啊，实际上拢无咧管声音的啦，讲实在，拢是干那咧管迄个意思啦尔。啊，有声音哦，对中迄种的声音，甲干那咧对中迄种的文字啊，即种的上大的差别就是伫遮，就是讲，咱过去所学的即种华语的文学啊，尤其恁若毋是外省人的时阵吼。你出世都无咧讲迄种诶，是开始教育了，才开始咧学即类诶。啊，我讲这就是啥？因咱所学着诶华语，实际上华语也好啦，还是北京话也好啦，拢是文字诶物件，无迄声音诶。因为对应的声音，咱无感觉。哦，咱刚才知影讲伊有迄儿化音，哦，什么花儿，啊，较学都学袂成迄类诶，对对。啊，像即类诶，就是讲，咱无迄种诶即个传统诶时阵吼，你所反映出来迄种诶，就是加足浅诶，迄种诶文学吼，拢透过干那文字伫遐伫咧扁平诶迄类诶吼，会感觉讲加足浅，较无法度深入。啊，伫即个合作吼，学即个台语文学了后，你即会感觉讲吼，你是。毋是按照文字伫遐咧反映你所看到的这物件，
所以你一定是啥？一定是用透过迄个声音了后去感受到迄声音的感情，甲伊的即个思想，这甲你若有迄个对照，有迄种敢若伫遐伫咧对谈即种，你家己的声音，迄文字甲声音伫咧对谈的时阵你感觉讲你所讲的，你所捌的，会做加足深，加足快。所以我就提倡一种叫做声音的文学。因为声音的文学，我对即种的歌册，我对即类的即种的南管、北管、啥物管，北管我基本无法度，因为北管伊根本就毋是台语啊，北管会使讲个杨金兵的，什么语安尼就对啦南管我就感觉讲实际上是按照伊遐文本，是讲伊迄个演出的即个物件，伊甲台湾的即种的叫做即个生命，实际上是无啥关系。我是用过即种态度，才开讲即个南管毋是台湾文学安尼就对。我到即马我嘛是安尼认为但是即马台湾有一个新的即个啥，敢若咱透过博士生因开始去做这个研究的时，才知影讲，因虽然讲新的剧本真罕你看到，但是嘛是有人开始伫遐咧做新的剧本。拄中国迄边也有人咧做，即马即个台湾这边也有人咧做，迄个新的剧本原来是甲迄啥物货，鹿港的迄个叫做啥，迄个李昂李昂的台语的名较无好听我来甲叫李昂嘛，李昂嘛无人用华语无人用台语咧称呼伊的名，拢嘛叫李昂李昂做小说，因阿姊迄个叫做啥时俗女伊做台湾文学的研究等等即个即第二个即个或者是啥物货用李阳是属端嘛总共即个例子是伊鹿港人因有一个行过路灯这透过即个博士生的即个了解，才知影讲伊开始就是将即个啥南管的参即个或者台湾的实际上的即个生活甲结合做伙开始有即方面的，敢若讲开始换伫咧野头安尼就对啦。真少无毋对但是总是有甲我过去所讲的，敢若讲台湾迄南管实际上无算台湾文学，渐渐经过大家的拍拼，凡事都有一寡新的发展安尼啦。这是我迄个叫做咧讲就是咱即个肖老师平弟兄，伊足对重这声音的你咧看伫咱台湾这写作的早期的时阵有法度用过即个汉字甲罗马字结合做伙你咧看的时阵拢会感觉讲伊的迄个啥，迄个啥，迄个两支，比如咱讲青草，咱青草，你若白话字的时，青甲草中间有一个海分嘛，对无？结果伊足侪拢有两个海分的迄种的，就对。这就是伊对声音的讲究的所在。伊寄互咱的即种的迄散文的即个这伊选的这几篇内面，你来看真多就对啦。伫即内底咱就看出伊对声音的迄种把握，伊做甲足幼的，足幼稚的。我是感觉讲这就是伊足肯定即声音的即种的重要的一个所在。我就先讲到这，好吧？佮刷着佮翻头要佮讲，再佮来讲好，咱即马佮请肖老师佮来讲一下，好无？好，拄则听李教授咧讲安尼分听了后我才了解讲，我做的物件有影有符合伊的意思啦。尤其是佮在上网遮的物件，阮拢迄个做田人博物馆内底咧介绍遐家私啦用品啦阮拢用一定有罗马字标音。
哦，每个差不多每个拢有罗马字标音，就是表示伊的发声。啊，标音的部分啊，当然是以我家乡讲的话为标准啦。哦，用阮家乡的讲的话为标准啊呢。啊，有的所在可能较别位较会较小啊无共款，但是这是咱台语的方音尔，无共款是无共款，大家应该是拢看有，啊嘛听我学阮这腔口啊呢。这是我这个做田人泡木国家，我真特别的。适当时咧写的时阵，适当时咧写的时阵，我就是重视这。啊，为什么我会去重视这物件？除了吕教授的启示以外，还有一个真重要的人物啦，就是洪家英教授，中央研究院的洪家英最近退休吼，伊大概6年前了，6年前啦，偌久了，阮彰化县的辅导团捌邀请伊来演讲，啊，伊听到我的名，甲讲，哦，你内底FB 内底写遐物件吼，袂歹，哦，后摆爱来出册，我讲啥物袂歹，我都无感觉讲，我就感觉讲，我就凊彩写写尔，也无真重视啊吼。伊讲哦，你内底遐啊，遐你听你会能够继续写。哦，我听伊安尼甲鼓励了后，我才对这做田人博物馆哦，我才重新分类落写。本来我是线写，想着三写三安尼，到尾为着伊甲鼓励，我用分类的方式落写吼。啊，搁再了后，我嘛才知影讲，哦，洪家英教授伊就是足注重声音的啦。伊咧研究台湾的地名，就是用台湾话的声音来研究的。哦，所以莫怪我写的物件，伊感觉讲有危害伊的口味安尼。所以我毋知讲这个古物仔内底所写的，我一定爱用罗马，内底一定爱用加真济罗马字安尼。啊，我想过来吼来请迄个蔡明吼，开始来讲一寡伊教阮咧因咧拍拼就对啦吼，安怎拍拼吼，讲互大家知影一下。玉明兄，请你讲你安怎做这网址有拄着啥物款的困难，种种之类的嘿。好，多谢吼。各位先进先拜吼，有志大家平安，大家好吼，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听清楚吼？有足清楚。好，多谢吼。当伫遮吼来报告即个做田人博物馆啦吼。迄个电子册吼，啊，我本人是甲伊合作讲话啦。啊，我就甲伊讲，看这吼，这个代志是安怎开始的，啊，中拄着啥物问题，吼，我就尽量我就吼讲互清楚安尼吼。啊，伫搁较进前的时阵吼，我就有因准约长老的介绍吼，我就有熟悉肖老师啦吼。啊，我咧甲伊斗到对兼算甜吼，啊，迄阵就算介早就熟悉啊，嘛无介早啦吼，可能1、2冬啊有啊啦。啊，迄阵我就有招一寡朋友吼，对台文较有趣味的，阮怎走去田中找肖老师啦。啊，迄阵啊，阮就肖老师也真欢喜呢，吼，啊，就招阮去食饭啦，吼，啊，食饭食食，煞伫因兜泡茶啉咖啡啦。啊，就是迄阵吼，伊较咧甲阮讲，我有写一套册吼，啊，毋过毋知影要安怎出版。迄阵甲先，我下米的款吼，就咧讲啊，这嘛是会当做电子册啦。电子册我讲，会当做册哦。啊，我就想讲，我校对就会晓。啊，会晓校对，啊，无咱就来甲校对，啊，甲伊怎做起来网络好啊。吼，啊，迄阵就讲诶，介欢喜啊，啊，就倒去到厝，我就去甲迄个群组揪出来，工作诶群组吼，就甲揪起来。吼，啊，校对诶方面吼，咧校对文字诶时阵，就差不多，
因为咧到对咸酸甜的时阵吼，已经有一寡汉字会决定讲，即较歹读啦吼，还是讲一个汉字足侪音的吼，阮就拢会甲伊换做迄个白话字，阮就校对啦。校对其实嘛无讲介困难啦，因为咧校对的时阵吼，因为小老师嘛伫群组内底嘛，若拄着啥物较奇怪，还是讲去查家己毋捌的，就去查书典，查的，书典若查无，就问讲，就甲老师问讲，这敢是老师遐特别的腔口，还是讲安怎的？所以这方面就无拄着啥物问题啊。但是要出一本册，伊毋是讲甲文字校对了就当出的所以遮就真正开始拄着问题吼，因为肖老师伊的图伤过济图真正足济。所以伊当初阮刻着稿吼，甲即摆稿是无啥共款其实已经大改过就讲文字的内容吼无啥改变，毋过迄个伫迄个章啦吼，甲节吼，迄安排吼已经无啥共款。因为当初时吼，老师复原的时阵，伊有点仔较成功，伊是有小可分类，但是伊个分类就是讲，伊可能看到啥物古物仔，伊就去写迄个古物仔的故事，他有做者故事，但是伊可能无对头吼，足顺念到尾所以就变做讲，阮的工课就来你甲伊排互顺吼，一定要排互顺，无学者读的时阵，伊会感觉安那会读到即个读到尾雄雄跳去低头，这个足奇怪，所以阮就爱甲伊讲，差不多同类的物件爱互一个，爱甲伊箍做伙，箍做伙互伊变做讲，咱读者读的时阵会顺。佫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有时阵像咱第一章看到的其实伊第一章看到的是做田人田园艺术这就是伊本底是有5篇啦，采田、捕田、挂钓、拍切、收藏尾拆出来已经变做16节啦就是讲尽量讲。莫互伊一节伤过大，伤过大时阵，你读袂了嘛，你咧读嘛歹读嘛，可能真侪人即摆嘛无法度讲一道万几字，怎甲伊读了，伊可能是讲较困难的代志，即摆人较无耐性伊即本册甲伊趣味的所在，就是伊有足侪古物咱像我即种像明年兔年嘛我兔年拄好。我48我细汉时阵佫捌看过即摆可能做者少年人，伊拢毋捌看过咱要安怎？咱甲即个物件记录落来，会当互佫再来的人看着讲，即个物件咧创啥？较早即个物件是摕来咧做啥物路用的？遮安尼做者物件，一个一个甲伊记录起来迄就算阮爱做的代志。其实咧上网会拄着工课，就是遮较困难。拄开始嘛是你图遐尼济，你先开始确定讲，即张图是毋是真正有迄张图通用？因为伊个本地图拢是搭伫Word内底。阮就开始肖老师就甲伊个原始个图用互阮，阮就开始一张一张伫遐对。这工程讲起来介简单其实咧做介久足忝就是尽量阮就文字校对。图嘛爱校对，图爱编号名，啥物货，你看都甲伊囥去网站顶看，用足水的。过来再工课做了就是阮第一代的成员啦，就是虾米甲我佫有阿姨，佫有瓜王的，阮就来做伙做遮校对啦，对图啦，遮个代志。来虾米讲，伊就讲，你一篇遮尔长，你无拆来。你咧网页咧走嘛，走足慢，迄就一寡较技术的问题，阮就甲伊拆好势下米甲伊摕去做上网的工课，所以第一章就安尼做出来。但是讲起遮个人，有逐个拢是志工志工的时间就做无一定有时阵就是有个人会变甲做无用，变甲做无用就无法度变安怎？就即个工课就底下有停落来一站嘛。过来就我就想讲好啦，
做餐人就先歇一下，就有一工，我的幼稚咧讲，咧问讲是安怎肖老师的迄个咸酸甜，啥第一册到第三册拢买无？然后迄阵我就足欢喜的讲，有一个人跳出来安尼，我就甲讲，无咱来做迄个啊，迄个咸酸甜啊，无咱来做册红塔克啊，伊嘛足欢喜的所以阮较开始甲进前我校对过迄个咸酸甜的部分开始上目迄个人就是朱华有哪斗相共真济啦，就是讲伊是算有哪算负责工程师方面的就对啦，就是讲要安甲遮个克服遮个技术上的困难或者文章会当放去你即个聚合即个网站互伊逐个当读着安尼就朱华尾我搁找一个迄个小大啦，小大差不多第三册。咸酸甜拢是伊整理的，当然是我嘛有斗校对啦，我甲老师拢有斗校对就安尼一工5篇，一工5篇安尼上目，所以老师较会讲，反正搁一礼拜，迄个咸酸甜的第三册就会结束啊，安尼啦这拄则老师搁有讲一个讲，过年前咱人过年进前，反正会当甲这做餐人做甲了我是感觉说袂啦。时间可能无啥够，毋过若搁2个月的工作时间就是讲，有真正有去做工课应该是会甲完成啦，安尼啦做这做了有一寡足欢喜的代志，我会当摕出来大家分享者，因为咱做这就是做一个记录起来嘛，较早的人，伊咧生活是用啥物款的代志咧做过生活，伊咧用啥物款的工具，伊生活内底有啥物款的物件，像网打，咱即摆足少看到网打，毋过足侪人佫知影讲，阮细汉时就是咧用网打，阮少年的时阵佫有咧用网打，咱即摆咱无咧用网打，足侪可能少年仔伊连网打是啥伊拢毋知影，这也是介趣味，咱着讲，咱安尼行过，咱有遮个物啊，咱有遮个古物啊，咱佫来留落来，这是看咱的较早的，莫讲无一定是田庄啦，都市嘛爱用网打，看咱祖先安尼用过来的物件，咱佫看到的时阵，咱佫知影，就亲像博物馆嘛，但是伊是一种较文学的的，伫线顶你会当看到，一个博物馆，真欢喜就讲，像朱华嘛咧反映讲，就是阮嘛是阮的团队内底的人。伊讲，伊就看着风果啊，讲伊细汉就是去耍风果啊，你风果咧教迄有风啊，伊就足欢喜的，就走迄个风果后壁伫遐咧吹迄风，足欢喜的，叫转去规身躯过敏啊，这个故事啊，听我感觉真新鲜啊，就毋知影，伊就毋知影讲，出来就是，有个人皮肤较歹，伊就是过敏啊，像阮的成员啊，挂王个伊嘛讲，看这甲第一章做了以后规个咱做事人伊一冬伊咧修成一堆报酬开始到修成中经过偌济工课伊讲即摆伊若是讲驶车驶到田边啊，看到人菜即摆已经到啥物阶段，伊心内破知影，较早拢毋知，较早非得就是米的即个物件，我着去超商买着有米啊，毋知影米安怎来啦，就是讲这是另外一个阮的算。团员刚讲的一个会当分享出来故事，就知影讲做事人即摆咧创啥，佫一个我足鼓舞的就是讲，这嘛老师可能嘛佫毋知我嘛有一个幼稚啦，即摆嘛是做台语老师伊就怎开即个做餐人博物馆咧做教材，互因的囡仔读，互因学生仔咧读，伊讲非得若袂晓读，我着佫甲伊做伙读，伊安尼伊会当读台文啊。伊会当学台语啊，伊佫会当知影讲，咱较早的咱的祖先是安怎过日的这足好的。像佫第4点阮读册会着一工我着看着讲，读着一个城南，城南真正较少年毋知啥是城南，毋知啊，毋知我着讲好，咱即个时阵咱着会当参考做餐人博物馆我着甲伊点开迄个连接着，迄个网链着开互因看。这是城南我知影，啥物是城就拢知影，
就讲哦，原来咧讲这哦，吼。个一点就是讲像那二先的吼，人做好斗阵的啦，无看阮这少年的啥都毋捌吼，就有哪吼，阮也袂晓，就拢逐项甲阮教吼，甲伊斗阵算学台语啊，嘛咧学做人吼，足欢喜的啦吼。遮即个博物馆吼，就是真正是侪侪有志啦，我是算代表出来吼报告尔，侪侪有志。用伊有闲的时间吼来斗做遮个工课啊，这是真互我感动的代志啦吼。规定阮若遮做，阮就会留一个啥物物件落来啊。嘿，当然是有哪小老师伊本地伊遮物件足好的啦。嘿，阮是讲吼，佮家己算一寡技术上的啦吼，讲也是讲校对的，一寡啥物时间做图的。因为迄图有时嘛要整理啊，迄图毋是讲衫内就当用，你爱家己用做，讲你张图袂当伤大，迄个要安讲容量啊，袂当伤大，你爱较细啊，无你网页咧开会变足慢，过来可能2个月时间会家己全部完成啊，但是完成佫毋是算真正完成，这过来阮咧想讲文章应该讲解佫做一个适应，就是讲会想要甲找台语做结合，因为内底有一寡词啊，就像我拄仔咧讲声即个物件，你毋知影声是啥回事哦？你有可能你咧找找找着这，声是这，来你佫去点迄找台语的一个网链，就当佫连过来即个做参人博物馆，安尼佫伊会愈有效果，因为足侪物件伊拢是有图，书店内底伊是无图啦吼。这找台语做适应的问题吼，可能我着搁爱搁豆豆甲下米讨论看要安怎继续处理啦。真正逐个拢足吼，要讲阮遮个团友啦吼，遮志工啊吼，拢足认真咧奉献家己的时间啦吼。这也是我真感动的代志。我的报告先到遮，多谢。好，迄落那是先生要搁。好，我搁补充一下，但是即个即摆有一个分享的迄哦，规拢占掉咧吼。你迄先甲切开，我才有法度搁去开我的迄个影像，还是啥物货？你要开？无我就简单咧讲。贵然，你家己的分享摕掉。我已经切掉，嘿。我即摆迄个即个所在，奇怪，我即摆迄个将迄个影像分享的部分，嘛是走袂出来。袂要紧啦，安尼我继续讲吼。我先请问一下吼，即个少年朋友，虽然活45外吼，但是对阮这老的来讲，我真正是少年啦吼。你的大名，你讲你安怎读？我是阮厝邻的人咧叫我是叫一鸣啦，是用个台语讲晓，没用个华语咧讲的晓，哈？其实我无啥知影，因是叫我台语也华语呢，因为迄个一鸣，因为这吼，因为我一个孙啊吼，伊个名是我甲号的啦，吼，内面原来有字字啦吼，我迄阵是因为伫咧读中国文学嘛吼，对唐朝的迄个李义山吼，我是较趣味安尼啦。所以我就甲我迄个声音吼，甲号做义山，义山，迄义就是用过即个义啦吼。但是我学台语了后，就发现你若读义的时阵无啥准啦，伊字是读做义。所以你的名吼，因为你若照迄个串，当然是咱鼻音嘛吼。即个你的名是文音，是叫做译名啦，应该是译名。你若读译名的时阵吼，可能较活华语安尼啦。这是我拄则一直咧找讲，你即个影像无去吼，影像有哦。但是你的迄个罗马字的吼是写伫边啊，我是顺便甲你问一下吼。你莫讲种厝的都是安尼叫啦吼。
啊，嘿嘿是，即个咧叫的即个名吼，确实，对我来讲嘛是足大一个困扰。我读国校的时阵啊，我有一个迄个叫做好朋友吼，甲阮共姓吼，伊的名或者定拿，就是你讲声啦，迄类的，你讲迄容器迄啦吼，定拿就是读定拿，吼，无咧读迄文音的啦，吼，无咧读迄个读就爱读做读，吼，拿就读做啥物难啥物货，毋是迄啦吼。所以伊的阿兄较趣味，伊阿兄吼，阮迄个叫是叫四骹伊的户口名簿的写就写四角，四支骹就对啦，哈，就讲四骹所以即个时阵哦，你若是讲要照即个原底厝呢安那叫，你甲变做文音落去叫的时阵咯，无适合。你若照因厝呢咧叫的迄个名，或者四骹，一般就是讲会感觉较粗俗一丝啦，安尼就对了。但是我是感觉无一定啦吼，看你用过什么款的态度来咧看即个问题。我意思讲，既然这是父母互咱的名，这父母伊互咱的名是因为因的迄种的读法，迄种读法有伊的感情，即种感情因爸仔囝、母仔囝，足明显就是有足深的即个联系，安尼就对啦。咱外人可能就较无迄种的感觉。即个时阵，咱伫声音方面可能就会无法度伤过讲究这是我第一个意见吼。就是讲对即个蔡先生吼，你即个名的时阵，我有即种的感觉，安尼就对啦吼。好，咱拄则吼，我拄则用声音的迄个即个理路来看即个叫做平地兄伊的即个文学的即个著作吼。我即摆个第二点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咱定定拢会，尤其是阮这中文系的人，定定咧读中国文学的时阵，拢定定讲，遮个人吼，从细汉的教育，不管家庭教育，还是佫有啥物无共款的迄个去找人来教吼，即种的教育吼，拢是希望这囡仔拢有法度将即个文音系统的跩中国文学的跩作品读互熟，读互安尼熟，到尾的时阵吼，你无论伫咧考试也好，还是讲伫咧写文章也好，你看到啥物款字眼，你随着有法度你个脑海马上就会跳出你较早伫咧读册的时阵，遐个声音的一寡相关的联系，即个时阵吼，你就会感觉讲吼，你左右吼拢有法度安尼，迄叫做啥？逢源安尼就左右逢源迄类安尼吼，感觉讲吼，你的即个叫做文，实际上是文字啦吼，即摆是讲你的文学的素养吼，真悬真好。我要讲的就是讲。即点，咱来用个民间的观点来甲看的时阵，用内底安尼讲出来。迄个叫做，比如讲，伫咧学歌戏的时阵，伫咧学戏剧的，比如讲迄个叫做南管戏也好，等等啊，还是布袋戏啊，吼。实际上，因伫咧培养因的即种的即种的对，不管是跩故事。还是讲迄故事内面所出现的人物，还是讲迄人物的相关的一寡故事，因拢熟甲听个规个拢甲背起来。即种情形就是讲，你对歌戏也好，你对布袋也好，你会定定捌伫迄内面的时阵啊，到尾你会连你嘛无咧读个歌戏的剧本，你嘛无咧看迄个做即个布袋戏的剧本，但是迄声音你拢会记哩。迄个声音来记哩了后的时阵，将来你家己要表演的时阵，伊自然就有一种套语 formula，一种套语，
迄种套语的使用，伫即个歌戏、伫即个布袋戏、即个南管戏等等的吼，拢是足通常的。啊，迄是啥物货？即就较早伫读四五经的人，因所读的册拢记伫脑海内面。所以伊即摆开始家己要写文章要创啥的时阵吼，伊就是无论看到啥物现实的物件也好，还是看到这文字的一寡应用也好，你随着马上有一寡你文言系统的迄种套语就会走出来。啊，走出来了后就变做讲，哦，这人足有学问的安尼就对。啊，咱即个民间的即个，比如讲啊，即个叫做啥？即个布袋戏啦、吼歌仔戏啦等等吼，都是拢共款有即讲的即个情形就对。啊，即个实际上是民间文学内面啊，足会使讲吼，足通常的迄种基本的即个素养。啊，即种素养的时阵，你做了好的时阵吼，你会变做讲吼，伫咧演出的时阵，咱大家拢知哦。即种歌仔戏啊是布袋戏吼，伊敢有剧本？实际上无剧本的，伊敢若一个大纲啦尔呢。吼，迄大纲就是讲，即个所在，即马即个即个将军出去甲人相台了后的时阵，伊赢的时阵占偌济所在，敢若大纲敢若甲写者，伊即马去就开始练唱，带迄种的即个叫做念白等等的时阵，就规套拢听讲出来，所以因实际上是咱咧讲的，用因的术语来讲，因是咧搬话戏，话的戏，毋是将你所记落来迄文字，逐句拢甲记安尼条，到时迄剧本安怎写，你就照剧本安怎念。实际上，即摆的即个叫做歌仔戏开始有即种的现象，就是有真正的剧本出来，毋是较早的即大纲啦。所以你伫咧歌仔戏内面，听会看出来，即个有老的共剪的拢伫遐咧演，迄剪的拢是照剧本伫咧念的，所以你会感觉讲，因咧做迄戏实际上较无遐尼活。若是发老的，尤其是毋捌字的发毋捌的什么念出来时，你会感觉上趣味的、上解有活气的，就是跩毋捌字的人伫咧念的。因是有法度做过这，伊就用声音来做伊人生历史的人物即个我就无用在捌啦是人物。伫即个时阵因感觉讲伫即款的经营，一个将军让小台。台输台赢，拢有因的感情，即种感情伊马上有法度反映出来，所以剧本毋免写，伊就用伊从细汉所训练出来，伊所学出来遮个物件，伊就有法度马上带入去，或者即个或者即个剧情内底。所以西方伊就用即种的套语或者 formula 实际上就是咱即摆所讲的公式，有一种公式就对。你用公式来讲的时阵，就敢若继续查就对啦其实我感觉即种用个套语也袂歹一套一套，人生有足侪套的艰苦的欢喜的悲哀啥物货爱情的失恋的等等，拢有因的迄种特色就对啦。伊即马拄着迄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故事，但是共款的迄种人生的即种遭遇的时阵，伊就拢有法度甲演出来安尼这因透过因的声音，即个声音我佫强调一个，毋是文字，完全是伊的从细汉所学落来迄声音，所以声音是袂改变的，差不多是即款的情形。我要讲的就垃圾，实际上伊的文章都是有即种的敢若讲趣味就对啦。伊内面伊即摆毋是咧讲声音，毋是咧讲啥伊的声音是伫伊的注音内底，互咱特别知影讲，这到底是要安怎读好会准，安尼就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敢拄则这蔡生咧讲的伤少年的人，啥人生做啥物款，伊嘛毋知足侪即类的物件像咧我凡是咧讲，即较少年，你讲伊内底
迄个有咧讲个网大吼，啊顶啊，迄面床顶啊，佫有一个吼做天棚顶顶的吼，天棚是天花板无毋对哦，啊，伊种少年咧讲，但是呢，阮较早迄天棚吼，毋是这种的天花板，你知无？伊是用迄大雨伞吼，安尼安尼差不多即2、3、4、5超5支啦吼，两边壁吼，全拢甲撑到两边壁，通常迄乌空嘛，撑到两边壁。即个吼做迄个吼做天棚哦，遮铺哦，迄个房啊，哦，就撑咧当顶啊，挺好困哦。即种诶物件，互一间房间哦变做敢若一间半安尼做，因为迄个天棚，阮古早诶时阵哦，并毋是讲规个拢做捌诶嘛，一定超隔一半哦，隔一半内面，你要爬去诶时阵，都爱阁用楼梯哦，若无要用诶楼梯才摕走，安尼安尼啊，是安尼哦。所以吼，迄若有一寡人客来诶时阵，你足想要偷听因咧讲话诶时阵哦，拢会秘咱天棚内面怎么共听，安尼就对啦吼。好，我咧讲诶就是讲吼，即摆少年人这拢毋知啊，毋知诶时阵，消冰滴吼，除了即种诶厝体诶即个物件，过来就是咧即个经做诶歹物件诶时阵哦，所以少年拢确实拢毋知，尤其是歹物件要安怎讲，伊有啥物用途，你也差不多拢毋知。这伊甲写出来，这有啥物款的意义？我讲这足大的意义。这个意义，我特别引一个，嘿，这当然是中国啊，中国足有名的书家司马迁呐，司马迁呐，伊就是有咧讲，讲即种的历史啦，古早这些代志，到底对我有啥物意义呢？歹势，我人讲毋对去。我即摆就是安尼吼，安尼老饭店，定定迄人名讲对，应该毋是司马迁，伊是即摆啥物人讲，我嘛用，我才毋是写讲去啊吼。伊安怎讲咧讲，跩古早诶跩经典，到底伊有啥物款诶意义？跩经典到底伊有啥物款诶即种诶，敢若对咱有啥物功能？伊敢若讲真简单诶，阮阵咧读册时讲，学者也著讲。伊讲吼，多色草木鸟兽之名啊，多色就是字啦，迄就是咧字啦多是草木虫鱼之名，敢若记因的名就对啦。我感觉讲哪字即点我感觉中国册阮有读过。但是伊到底有啥物款意义？你嘛着要按你现实的生活内面来甲理解。即个叫做哪字？伊即马伊咧写诶这物件册名博物馆，当然就知影讲啥物各个所有诶物件拢一直收伫内面啊。但是收伫内面上重要是啥？你本来毋捌诶，先捌伊诶名，或者是讲你本来就是捌迄个物件，但是你毋捌伊诶名，即嘛伊诶名甲伊诶即个或者迄个啥，伊诶迄个物件，你拢捌啦。这表示啥？伊诶声音甲伊诶形体，即嘛伫你诶脑海里面已经形成一个足具体诶影像，佫有迄声音伫迄内底。我讲即方面哪是实际上。做了真好真好诶一个，敢若讲示范就对。哪字伊读师范，将来当然是要，迄阵咧读册诶时阵，当然是希望以后要教册。教册上重要是安怎？你爱互囡仔听会入耳，互囡仔听入耳就是啥？你爱甲我讲故事。我感觉即个哪字按迄个甲我讲故事即方面的，即马甲刷来变做讲你日常生活你所看到的你所影到的这物件，你拢有法度安尼一项一项甲记载落来，将伊的声，将伊的影伫遐拢甲表现出来。即点实在是足无简单的。我要讲的就是讲，一般人凡是原来会晓安尼写，
但是垃圾的写法无共款。我咧读垃圾的上起码是上严的所在伫啥物所在，你知无？伊即马伫咧讲遐个物件的时阵，还是咧讲伊的反应的时阵吼，恁家己揣就知啦吼。你较注意，伊拢定定敢若伫咧写诗咧，有当时还佫有倒句，啊连续几啊句连做伙。啊，我即摆因为我种看无歹文字吼，恁家己去看你就知，就是讲伊迄个号做即个啥，即个咧描写遮物件的时阵，吼，要引起人的趣味，除了声甲影以外，刷落去，伊佫将伊家己的迄种感应，踮后壁佫加几啊句，刷落佫甲牵出去，哦。你若是迄个有迄种，敢若讲较无趣味即种诶，迄个较倒句诶物件，尤其讲你较早是学迄现代诗，学现代诗拢无啥爱倒句，感觉安都毋好，我感觉这是足大诶错误，吼，迄倒句会互嫌，毋是讲因诶倒句本身互人嫌，主要是讲你内面诶。所要表现的迄种感情也好，还是思想也好吼，感觉无深切，啊无深入，人才会甲你嫌。你若是斗句斗得好势的时阵，斗得麻的时阵，人会求之不得，会感觉讲这是足好的一种文章，伫欣赏也好，还是讲伫咧写作也好，真大的即种吸引力，嘛是互人有法度好好啊去学习。等等，我是感觉讲吼，这方面垃圾做得非常的好。好，咱的时间有限吼，恁即马吼，肖老师，你即马要搁补充一寡什物资料？感谢李教授吼开破啦，若无伊开破，我嘛毋知我遐敖写。若无伊开破，我嘛毋知我写遐物件。迄价值性伫倒位啦？我是敢若想讲，应该就是安尼写，应该就是安尼做，安尼尔。哦，感谢李教授，多谢。因为阮实在吼，伫读册会时阵嘛是拢会常常来去即个博物馆咧查即个资料吼。阮有深深的体会着讲，垃圾老师吼，伊会当甲伊所栽捌的物件，愿意无聊互逐个使用吼，这是咱台湾人的福气。即点无私的感情，我感觉讲这是值得咱学习的一个所在，嘛是即个推动即个台语文一个足重要一个工具来迄落，包括伊的迄个咸酸甜卤尾，伊嘛甲上网吼，伊嘛无咧看遐讲册爱卖偌济安尼的即个问题吼，所以伊即点互阮足钦佩安尼。阮有当时真正是咧读册，咧读一寡较旧的册时阵，三无长的时阵下米就讲来，咱点落去，伊就随甲即个网络，伊就即个网站做适人的博物馆，这点落去，1200册啦。迄个刻仔啦，啥物货啦，拢1200册，有影整理甲足舒适啊，这图啊足大张，足水。你看即个，你入去进内底，你袂感觉讲，头壳一直疼起来，安尼。好，咱即摆时间吼，来交互即个观众来 Q&A 啦，好无？有问题的人会使举手，嘿，有问题的人会使举手吼。迄落。要先迄落甲阮做一个迄落回应无？是讲啥物人要做回应？陈瑞老师还是龙光兄嘿？老师，你敢有要做回应？好，我来讲一寡个人的感想啦，吼。第一吼，我大先感觉讲足无彩垃圾兄吼。伊的咸酸甜啦，甲即个博物馆即个物件吼，无迄个时间来充足来甲咱介绍，感觉加在
有一寡少年人吼，包括即个带先生吼，甲遮物件整理起来吼，所以甲这本来吼，这就是咱台语文吼发展一个足好的所在啦吼，就是咱一寡老辈的整理出来的物件吼，咱应当是摆伫拄仔来做老古董的物件吼，加在有遮少年人吼来用现代的技术吼，甲伊整理甲伊介绍出来，变做一个即个活的物件吼，伫咱社会上今仔日会当用到、会当看到物件吼。比如讲咱无偌久以前即个台湾通信30档的特刊吼，嘛是即款的代志吼。古早的台湾通信的文章安尼整理吼，甲评论用现代技术甲整理出来，变做一个活的物件吼。即点吼，我是感觉讲实在是足互咱甘心，个感觉讲吼即个咱台湾运动吼，伫足艰苦的环境内面吼，也有一寡希望就对了吼。过来我来讲我一寡即个李教授吼所讲到一个几个问题啦吼，因为即几个问题吼，定咱都有人咧问，有人咧讨论啦吼。第一吼，即个台语是真水的语言吼，比英语较水，比北京语较水，种种即个讲法吼。我感觉实在是一个无实质吼的议题啦，就是讲毋是真正的议题啦吼。因为即个水是一个足主观的物件吼，无客观的标准吼。讲台语的人讲台语上水吼，讲英语的人讲英语水吼。这是无标准的物件，所以我感觉用水这个字来讲咱台语吼，真有价值啥货？我感觉这是无客观的讲法啦，这毋是讲台语无水啦，我感觉我个人当然感觉台语足水吼，但是我袂讲台语是上水，因为袂当比较吼，这是一点啦吼。第二点吼，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真要紧哦。什么才是台湾文学啦？李教授有讲到伊讲因为讲南管毋是台湾文学吼，互人甲批评吼。这个吼真要紧的问题但是真困难，因为伊毋是一个。有的所在毋是乌白啦吼，若要简单吼，我个人若要简单甲即个什么是台湾文学即个物件来甲做一个定义啦吼，至少爱有2个条件有适合啦吼。第一，即个文学是咧讲台湾人的代志、台湾人的生活、台湾人的感情种种。即个爱有即个条件吼，第二吼，当然就是爱用着台湾人的语言文字来写出来，还是讲出来即2个条件若有适合我感觉就会使讲伊是台湾文学。若欠一项，应当就毋是。应当我认为讲毋是台湾文学，会使安尼讲啦吼。问题就是即个台湾文学即个4颗位的所在有一寡乌白的所在，就是为什么呢？亲像南管啦也是咱即个古早即个咱用中文写的即个乡土文学。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我意思啦，乡土文学还是用中文写的，但是咧写台湾人的代志。
遮个物件虽然无即两个条件拢总伫咧，但是吼，我认为讲伊是演化中吼，即个演化的台湾文学吼，所以你若直接甲讲，这绝对毋是台湾文学，可能有疑问的所在吼，所以即个困难就是伫遮啦吼，所以我另外第三点，我来讲我即个台语的即个声音的即个因素吼，这是台语吼一个我感觉足特别吼，足复杂的而且足宝贵的即个物件啦吼，台语的声音吼，伊的音调、伊的声音长短种种吼。安怎讲咧吼？拄则垃圾兄甲欣昌兄拢讲足济吼。我来加一点，来加讲一点啦吼。就是讲咱台语的即个语的词吼，甲英语的词相像，就是讲你即个音节会当表现即个意思，但是吼，即个以外也一点足要紧的。就是即个声调吼，会当表现即个词的意思，吼，这甲英语无共款，吼，英语的声调，干若声调本身你袂当代表即个，袂当来表现即个词的意思，吼，但是咱台语吼，因为声调的，即个声调变做真要紧，比如讲吼，咱咧拍人。吼，拍人吼有过来词啦吼，咱来用几字来讲看觅，巴吼，巴吼，点吼，是同款物件吼，甲决吼，即三个字你来甲看起来，字典写起来大概也共款，但是吼，即三个字的即个声调无相。吼，决是低声较悬声，吼，巴甲线就较长，声较无遐悬，所以你会感觉讲即个决吼，会动作较短，吼，较有力，有即个感觉伫遐，吼。当然这字典袂甲你说明啦，吼。佫一字咧，蝶，共款啦，蝶嘛是真低声，吼，声真悬。这嘛是表示讲，这个动作真短，用力可能较大，吼，所以大概是安尼啦，吼。所以我讲了，我袂当真圆满来说明，但是吼，大概意思是安尼啦，吼。好，多谢吼。多谢单位甲咱补充遮尔啊丰富的即个台语伊的美妙伫咧倒位吼，佮分析了讲，乡土文学是演化的台湾文学，我感觉甲即个做一个定义吼，是一个足合理的即个过程啦嘿。尤其伊咧讲即个台湾人的生活感情，台湾文学爱有即个台湾人的生活感情，甲台湾的语言，我感觉这是确实有影。拄吕教授用着南管即个来做这，如果南管伊若是会当家像拄吕教授讲的，伊会当诚做后少年人即摆佫定写咱台湾的故事，用咱台湾人的字，我相信将来嘛有可能性。即摆是毋是龙光兄你要甲阮回应啥物？因为毕竟迄个陈教授伊启明咱台湾一寡遮的，像拄吕教授伊一开始就讲受陈良伟启明，所以伊才投入即个台文的运动内底。我有两简单吼，我讲较紧来，互我时间互别人讲。第一点是有关即迄个萧冰弟遐吼，萧冰弟老师，你即个物件，我感觉是足宝贵啦吼。像讲你遐足济词内面吼，我根本都毋捌听过。可能我是都市囡仔，所以无伫迄个语境的，你遐物件，我的语境的内面，我无看过遐物件，吼。
啊，假使讲若是讲咱的台湾文学咱的通路诚大。啊，虽然我无伫做事的环境大汉，我会当按课本，还是讲按戏剧内面去接触到，讲毋是我伫我的生活的中间的遐个生活形式，我会当去了解。所以这搁一点，这就讲证明讲咱文字还是讲咱的文学的重要性。虽然我无实际去经历着遐个物件，毋过我细汉的时阵。若有读台语文学，还是讲咱家己较本土的文学、戏剧、电影的时阵，我就会当跳出我家己有限的生活空间，通过文字、通过课本、通过戏剧，去了解到咱无共款的生活的领域啦，吼。啊，即摆我感觉真好，佳在咱遮个少年人有活来，啊，家己遮个，佮毋尔干若讲遮个词捡转来，佮有佮甲图。佮藏起，所以即摆若讲去用找台语的人，你即摆若甲拍起，啊，毋尔干若看着讲即个词会当知影意思，佮会当去看着实体的即个物件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即点安尼，真感谢，谢咱是兄吼，甲即个工课吼。啊，第二点我是咧讲着音和文的代志啦，吼。所以实在是，若讲要讲即项代志，就是讲即个文，咱到底是要讲白话文，就是讲白话字文，还是汉字文啦，吼。啊，若我即摆是针对讲白话字要标准化，吼，白话字要真做一个较会当足广传的文字，吼。我感觉讲无应该照地方腔口来写啦，爱像英文安尼，就是讲爱有一个固定的写法。你若逐个人拢照家己的腔口来写的时阵，吼，即套文字可能是会较袂会乱去啦，吼。比如讲是有时也是卖，吼啊卖，啊使因为腔口无共款的物件时，伊会产生无共款的意思啦。所以是像英文安尼，伊安尼会当足世界通用，吼。啊，我看腔口的是差别是有够大，啊，毋过因文字拢写共款。啊，伫即个中间的时阵，可能就是有需要搁一个注音，吼。所以咱即摆要写罗马字，到底咱是要记文字，还是讲要记音，吼？可能爱有一个差别啦，吼。这是当然，这还阁是值得足侪人来思考的遮个问题，吼。啊，我拄则咧讲的是想象讲咱。以后台湾的文字就是白话字，吼，啊，就是像即摆台语的圣经共款。即摆我咧读台语的圣经，其实伊是用我无熟悉的腔口来写的，是较接近北部人的遐个腔口，吼。啊，毋过伊即摆圣经伊讲的就是讲，你虽然含义的腔口无共款，吼，你读起来，吼，你放甲伊当做拼音文字咧读啦，你也会当做一个文字放用即款迄个。音啦吼，所以就是讲，伊虽然是写安尼，毋过照各人的腔口去读，哈，安尼则以后变做讲，要互即个白话字成做文字吼，会较紧啦。以上是我的分享。咱即马请阿官来举手，嘿，请阿官来讲话。平安，我是老台语随书台语社阿关，多谢辣丽先生今仔日来分享。我要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做田人博物馆，这个资料实在是真好，也感谢迄个幕后的团队，因为我按算讲后摆转去台湾的时阵，要来教我的阿母写台文。啊，这个台文当然是白话字，因为阿母伊过去嘛是伫庄骹咧做事，啊，所以伊袂晓，伊为着要做事，所以伊无法度去读迄个中华民国的学校，嘿。啊，毋过即马就是因为拄好有即个做田人的博物馆，内底遐个相片，我就会当互阿母去看，去认哦，即个物件
安怎讲？啊，伊可能会讲风骨嘛，嘿，啊，伊就去看图卷顶迄个白话字，我相信安尼真紧，伊就会把白话字学起来，所以真赞。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台湾俗语减酸甜即个网站，即马随时台语社有一个叫做俗间读册会，啊，阮就是有一阵友姊做伙咧读。啊，有问题嘛是有答，那里先生请教，那里先生最好诶，阮哩啦袂问有够侪问题，啊，拢答阮回答。我感觉会当真是去真正去问着作者，安尼真正做好运诶。啊，逐个若有兴趣来做伙读这咸酸甜骨力百签诶咸酸甜哦，做好食诶哦。欢迎甲老台语随时台语社联络，好，多谢。好，多谢阿关，咱即马请台资吼。迄个贵人节，我建议吼，因为即马已经台湾12点半，所以咱也准讲，有人要先离开，会使先离开，但是咱会使搁留落来继续讨论吼。咱即马有3个人举手，啊，咱迄个请贵人继续请4个人举手，照顺序就是李医师，啊，我阁有看到迄个保顺纪家泰，啊，阁叶天英，第2位，嘛阁有，啊，迄个请贵人请因讲话，啊，恁若阵感觉伤晚，恁会使先离开吧紧，吼。啊，即马嘿，请李医师，嘿。大家高早足感谢我伫即个科仔内是新生吼，所以多多指教。我是81岁。古早是伫玉井大汉诶，伫麻豆大汉诶，所以今仔日讲诶物件足亲切，差不多拢有看过。若有缀看即款作品、即款册吼，是感觉安尼做 very excited 吼，太赞了，太赞了吼，真感谢吼。我是台字做先生，但是我最近是研究台音吼。研究台音小可有一寡发现，我真希望若有机会来参各位先人请教吼。所以今仔日的几老师，恁若无弃嫌，我希望会当做伙联络吼。安尼真多谢，我是麻豆人，草地啦。今仔讲迄我拢有看过，足水，足思念故乡的感觉。迄个啥物吼，歹囡仔教你边。真多谢李医师，迄个李医师诶联络资料，我相信龙光遐有啦，吼。搁私底下联络。有一位叫歌王，这是歌王，伊嘛有举手，伊第2位举手诶。你敢会当开你诶麦克？咱等下吼，甲遮个问题先念，先讲，咱做一困头来回答，安尼可能较省时间，吼，是毋是要安尼？听得到我的声？敢会使？嘿，歌王嘿，请。大家好，我嘛是迄个肖老师的迄个做产人的即个志工的团队的一个成员。毋过，因为我的时间较少，所以我就主要是做迄个校对开课的部分拄则有听教授咧讲到肖老师伊即个对声音的即个把握，我就想着讲，开始我咧校对的过程学着足侪真台语真幼路的所在这是嘛对肖老师感觉足钦佩。比如讲因为足侪我就记我最近即2日校对着的2个词一个是讲骨溜秀。一个是骨律术，老师写伊文章内底伊写的是无共款的，我就感觉足好奇，是安怎？总是骨哪会即2个写哪会写无共款？我就甲老师请教，老师就讲，一个骨溜秀是讲像路真骨，就是骨溜秀；骨律术是讲你咧食物件时阵吞落迄种骨的感觉，是叫做骨律术安尼，爱用白话字甲表现出来。我去查词典，佫真正就是台语大词典内底，伊就是有收即2个无共款的
事安尼，佫有比如讲，我最近看到一个讲，鸭仔，腿换，我就想讲是安怎是腿换，毋是体换，嘛是去评词典安尼，我才发现讲，原来即两个意思，即两个词的意思佫无共。退换是讲甲用新的来取代旧的，较好的取代较歹。替换就是一般两个交换安尼的意思安尼。这种幼儿所在老师拢有法度，就是家己写甲足准的。拢是毋免老师是毋免查词典，伊都会法度，家己拢写甲足准。像即款的例，就是伫我伫做教育开课的过程中，就是一直拄着学着足侪嘛，足钦佩。所以拄则李教授咧讲到即个声韵问题的时阵，我就感觉讲，还是就是就是对小老师即个作品的价值，佫有一个较深的认办安尼。我嘛真感谢小老师，因为阮咧校对即个心情，就是讲，想讲做田人博物馆未来一定是一个台湾真重要的台语甲台湾文化的一个教材所以阮就是用一个来家做这一个教材的即个心情，就是足斟酌去家己读去家己校对安尼所以定定咧劳烦老师咧甲阮回答这个问题安尼，老师真正是足有耐心，嘛足有热情的所以真正足佩服老师的，我分享到这，多谢。好，咱即马继续请谢主持人的纪家泰，伊嘛有举手。好好来，一个一个来，不要紧嘿。我住波士顿，我叫纪家泰我是彰化人，所以拄则看到迄肖老师的做田人的相片的时阵，我感觉足感动的，因为我嘛是庄脚囡仔，我细汉的时阵，佫有法度参爸爸阿伯去伫咧埕的咧拍册佫甲绑起来，佫用甲规身躯足惬意的，我想着以前佫参以前时代会当去田咧控药呐，猪仔关起来了会当去控药拢一寡足侪足好的记忆。佫有迄八卦山脉的相片，就想着以前阮若去要去南投佚佗，拢会是就是路的，就是拢共款迄个风景，风景就甲相片共款听着老师的口音嘛，足亲切的，因为阮丈姆伊是田中人所以我就有迄种厝内是拖咧讲话迄种感觉。因为我即马住伫美国，所以真罕的足久无转去中华，足久无转去台湾，所以听着前辈咧讲话，我嘛感觉足欢喜，嘛真感动，真多谢恁即个团队会当甲这做田人这故事会当留落来。我感觉这伫以后一定会当互更较侪囡仔。像阮囝伫美国出世，毋知影讲啥物是田就会当为遮个资料来去认捌讲阮的阮的以前时代人是安怎做事的，因才会当知影讲啥物是做事，无因其实无迄种想象嘛，无即种遮个故事，无法度去建立。多谢。咱搁再一遍强调吼，咱用的自由落雪，但是即马举手的人愈来愈侪吼，表示咱对即个做田人的即个博物馆，逐个兴趣拢足大的吼，搁今仔日讲题，互逐个回应介济，所以讲咱会当继续搁一直，逐个若是无晓。丹路有举手。丹路丹路我拄有看到来丹路请讲好大家暗安，各位前辈暗安，敢听有我的声音？真清楚好，多谢。就是其实我头前大家拢讲出侪就是重点就是我想要先感谢即个肖拉丽老师就是甲老师斗做即个网站，甲遮个资料保存起来，遮个优质真是足宝贵的资料。我想要分享的观点就是甲拄则头前讲的较无共，我为另外一个观点啦，就是讲我是感觉讲咱若是要讨论，若是讲要讲咱的台湾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即个议题的时阵，我感觉就是
爱真清楚，爱甲中国遐诶物件，都是爱切开啦。啊，迄个切开我意思，毋是讲就是所谓诶像迄种文化大革命迄种切开诶意思。我诶意思是讲，就是咱爱清楚，啥物是伫咱台湾倒数即个土地顶悬台湾诶人，来写诶文学，也是讲咱诶生活当中产生出来一寡文学作品啦。啊，我安尼讲，就是我有准备一寡例，会当互大家就是参考看卖、想看卖啦。啊，我即摆会当分享一下我诶画面无？请用啊，即马无人在分享嘿。安尼敢看有？有，即个清楚嘿。即张图是伫迄个潘志仁老师伊诶即个 fan page 内底找着诶，就是其实咱台湾人伫日本时代，因都有咧教汉文啊，毋是汉字尔，是汉文有你看你即个画面顶悬有咧教即个作文，嘛有写字啦所以我诶意思是讲，就是其实咱伫日本时代就已经受到日本人教诶即种汉文的使用诶方式，写作诶方式，也是讲咧就是要安怎去写，用汉字去写文章，迄个文章当然嘛是写咱台湾话嘛，对无？写咱台湾人诶生活诶作品嘛。我认为是讲，就是有即个资源，有即个为遐学习到，这就无一定是所有诶古汉文另外一个就是我即马另外一个画面，即个画面即马敢看有？有就是即个我即马画面顶悬，这是我进前也是共款伫遮分享诶。即个文化部的在讲蔡水我伫迄当阵我找一寡资料啦。我即马摕出来，即个就是讲，即个苏威良就是迄当阵蒋介石啊臭头啊政权，就是因找即个中国人要来收集台湾的文化，毋管是会唱歌的，也是做舞蹈做即种所谓的文化艺术创作即个算是带头的人啦。伊迄当阵嘛去找着陈达啊，对伊来讲，所有的物件拢是因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即个所谓的即个要安怎讲，就是延伸啦就算是因的细汉的啦。所以伊甲陈达讲做是现代中国的有唱诗人，我感觉讲这就是我拄则头前讲的，就是咱毋免，咱一定要甲中国人的迄种思考思维的底路切开。咱毋通去用中国人的迄种思想来去看待、去讨论咱台湾的文学，也是讲咱台湾的为即个台湾土地顶悬的人所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作，拢毋通安尼去想，毋通安尼去研究，毋通去参照遐的物件，因为若参入去遮的物件，你的头壳就一定会互因牵去。搁另外举一个例。即马这是边仔报是歹势。即马下骹即个李铁庸先生伊是即个台湾第一个即个汤巴特马道的即个因先生啊，即个林时段小姐伊的先生，伊迄当阵就是对即个苏威良共款去找，就是做伙去找收集即个民俗音乐的即个其中一个人。毋过你看下骹我遮找着的讲，歹势我对用中国会念啦伊史维亮认为具有绝对纯净、不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民俗音乐才具保存价值，但是李泽阳、李铁庸先生伊就强调讲，互动生态民族音乐学才是真正会当保存规个较完整的所谓的即个土地、即个民族的音乐的即个做法，这摕到即马现代来较专业的即种做音乐研究的学术领域内底，其实嘛是足专业、是正确的态度啦。下骹就是上下骹迄段，就是讲伊提出讲爱重视台湾日本时代日本音乐学者伫台湾
所做的即个音乐调查的资料，爱足重视，因为迄当阵是中华民国还未来，中国人嘛毋知，毋过迄确实实有保存着咱台湾的台湾遮的人的音乐的发展，吼。遮个资料绝对是用中国头壳是无法度去想象的，因绝对嘛袂去尊重即马遮即种的资料，因为因毋知，所以因就无要插。吼，所以我认为讲，就是咱若咧讨论的时阵，咱会使参考日本时代。你若要讲，就是搁较早进前的迄清帝国时代，是讲所谓的。其实无汉人，就是遐移民来到台湾的人来进前的遐，若是有资料的，其实这拢会使参考。毋过中国人也是为遐的人安怎去思考看待咱台湾的文化发展的即种论述，我感觉是会使根本就毋免去插伊，嘿。若讲到拄则迄落嘛是有讲到讲一寡迄个古早歌册内底一寡套话、套语也是套话即个物件。其实我拄则伫即个边仔的 chat room 内底，我有写2段啦，就是短短的，迄是我的看法嘛，会使互大家参考看觅。以上就是我分享我的一寡观点啦，吼，多谢大家。好，多谢丹罗。遮个切论内底嘛是考过有讲到即个汉文，这是一种文体尔。日本人用汉文，伊嘛袂讲迄著是迄落中国语。越南伊嘛是进前嘛是拢用汉文，但是伊嘛是会讲这是越南语。敢若咱台湾人一直要讲迄著是中国语迄落，所以这算做讲这逐个对家己。土地的认同还阁无够遐尔清楚吼，阁有啥物人举手？我即边则无看到。秀满姊，你边有看到无？我无看到，但是我知影进前有一位叶丁英有举手，伊后来伊甲手放落，其实，嘿，伊敢有要补充？因为伊是今仔第一个sign in入来的人吼，叶丁英。无的话。无的话，你就是叶丁英 ，OK， 你讲嘿。我知，其实我这名姓是外姓姓，所以叫叶丁英，也是叫阿英就好，叫我阿英就是啊。拄则迄个瑞士官有讲讲即本册真好，要甲因老母分享，未来若是可能讲一鸣，也是讲迄美讲要甲即本册会当个增加一寡内容，我感觉即个转音甲将音的对应，嘛会当甲伊系统性的加入内底，这应该会用即个写扣的方式会当做着。那安尼就对于，因为拄则听起来，即个阿关的因老母可能是讲全腔的，讲全腔的，其实实际上即摆伊用写扣的方式，会当甲即个几本册全就音全腔的，感觉这是一种，这嘛是一种有好处啊，会使安尼讲。多谢阿英。何美老师，你即马伫咧遮，你是毋是要回应即个听英阿英伊的？阿英就是就好啊，是嘛？阿英嘿。其实我之前嘛是有用过伊个即个假死物的假死，真济假死啊，嘛是足感谢因即个规定当时实在是会当讲甲即个小老师是菩萨啦，功德无量，真正是功德无量，这毋是黑白讲的。我感觉即个老人的老一辈故事是，简单是讲故事，讲即个亲身经历过的故事都真赞啦。就是
生活中即个每一工讲的俗语一般的用语都真好啊。我的话大概到遮。好，多谢阿英。小贵啦，咱即马请迄个肖老师甲卢教授搁小可做一两分钟的 ending， 好无？做一个结尾，咱今仔日就正式结束。因为嘛，已经要1点啊，嘿，咱搁有8分钟嘿。肖老师，咱请肖老师先来讲，好无？好，我即摆写遮的物件吼，我伫20几年前开始对台湾通讯伫研究台语、台文书写的时阵小可有一寡心得了后，迄阵我就坚心就是讲，我要写的物件就是生活台语，我真注重这个生活台语，所以我以后所写的物件，拢拍伫这个生活台语，就是台湾人生活中咧讲的话，我用这种的方式来书写，这是我最后要表达的意思。多谢。卢教授敢有要简单做一个回应？好，我换是伫声音这方面我阁补充一下。拄则陈瑞兄伊有咧讲着讲咱若是用个白话字伫咧书写咱台湾的文学的时阵，上好是爱莫用各所在的地方的音，一人写一款安尼来表现。我咧想即部分应该就爱阁进一步来体会就是讲徛伫即个语音参即个文字的一致化这方面来看，安尼做是无毋对的。但是呢，伫文学的创作内底这方面应该略略着阁考虑一下。意思就是讲，比如讲大二兄，伊即摆咧写日常生活的物件，写3写4写来到鹿港的时阵，即阵鹿港的一寡音是咱目前伫即个台湾专音较集中，是讲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在。伫即内底你若是讲无将即个鹿港的即种的特别的迄个声调，包括伊的变化等等，伫迄文章内面甲表现出来，我感觉是略略有点可惜。我举一个例来讲，像咱伫咧讲鹿港，咱绝对是讲鹿港的，但是鹿港人伊袂安尼讲，比方施炳华伊袂安尼讲，伊会讲鹿港，意思就是讲，伫咱即个一般的即个通行的即个声调台湾各地即通行的声调，拢是第二声会变第一声，但是呢嘛是咧毋是，嘛是我讲一下反去我的意思是讲即个所在照讲伊是发音是发伫即个做后壁即个港是第二声，但是因这第二声拢会甲念做第9调。我咧讲的就是讲，你若步敢若讲每一字拢爱去注的时阵，安尼注袂了。所以伫即个所在时咱咧创作这方面的较特别的你若无读港，迄鹿港的开口就展示袂出来的时阵，你甲注。若是讲一般来讲，就是讲你对即个鹿港的声调的变化，略略拢知的时阵，若安尼的时阵你就毋免去甲注，人自然就会甲你读做港，袂甲你读鹿港迄个迄个啥，像我搁举一个例来讲像即个啥，迄个伫即个做南管的因的即个我这当然是拢听迄个我迄个学生的博士生咧发表论文时，伊讲的一寡例互我
感受到讲吼，对声音的讲究，毋若是干那讲吼，伊迄个一般的个声音是安那处理的吼，比如变调啦、啥物货啦，即类的吼。你对一寡迄个或者伊即个或者文学的迄种的即种即追求来讲的时阵吼，上好原来是用因在地的某一种的特色甲反映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讲，伫个声音的反映内底，毋是反映一般的声音，是反映因咧在地的特别较无共款的迄种感情的迄类的即个或者思想也好，还是讲迄个感受也好，按甲表现出来。比如讲，我举一个例来讲吼，我伫初中的时阵去中华读册，阮迄班的人真侪鹿港人，伊讲的足侪，我拢毋捌有迄种的反应。伊讲吼，你即个人吼是有够电风啦。我讲啥物叫做电风？你是咧讲咧，咧吹风的电风哦？讲对啊，电风毋讲电风，哪有做电风？结果伊讲，因就是拢安尼讲，伊迄变做是咱本来是讲迄风吼，比如电风风中的啥物货吼，就是迄种变调的即个大约的迄种迄个规律吼，拢是行安尼。但是吼，你伫后壁电风，你无要讲电风，你会讲电风。这引起我迄阵的一个反应，就是讲，你这个人有够电风。我就想讲，原来电风这种无下即个咱一般所讲的规律的迄种变调，或者是讲无下规律的迄种，伫尾字的时阵应该是拢无变调的，结果伊是有变调的。我对即个吼，你人有够弱，甲你做朋友实在有够衰小，就是迄种意思安尼啦。伊就讲即个人有够电风，安那讲就讲袂听。就用这种的方式，这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吼，伫迄个或者文学的创作内底，即类的敢若拉伊遐所讲的特别的一寡物件，因的一寡生活上的一寡声音，因的图像等等，去甲溪口去甲了解以外，包括因的声音的甲别人无共款的变化，毋是通常迄种变化，这嘛是日常生活内面的需要去甲记录落来物件。我去补充一点安尼。好，时间差不多吼。但是即摆阁有一个举手，桂兰，你敢有要互伊问？迄个梁光兄先来讲，迄个后礼拜节目了，咱较请李青来问伊的问题。好咱后礼拜我讲过一个啦即个是即个成大的社会语言学的教授蔡美惠，伊要来讲伊用台语的社会语言学佫落去即个节目嘛真趣味即个单评人咱可能看起来熟悉伊是 Facebook 有无？做迄个声音翻译迄个工程师毋过因为因公司的规定伊袂当来讲即个 Facebook 的代志所以咱伫遮介绍就会使。伊佫有招几位啦即位友婷介成是即摆伫台电机系3年的学生因要用即种的方式来讲，就是讲电脑工程师应该重新学台语的一寡想法啦所以因会分享讲因是安怎定学台语因台语用啥物款教材检查讲会当免来利用现代科技来做一寡台语的代志，还是讲会当用来开发一寡即个台语的产品安尼佫落去即个较趣味啦即个潘导演伊是来美国20冬
拢伫纽约遐咧拍电影，所以台语基本上是足少机会当讲着台语，毋过吼，伊诶态度吼，伊真正要学啦吼。我有含伊电话中咧加减含伊练过吼，所以其实是虽然讲无讲足认真但是伊足有勇气要来分享伊即篇纪录片吼。即篇纪录片叫做《Together Alone》吼，基本上伊是记录讲伫即个中国肺炎内面吼，有11个国家吼，21个国家因安怎去面对即个中国肺炎吼，伊也真希望讲咱遮内底若有一寡心理医生，还是家庭医生吼，还是讲有其他诶无共款领域诶人吼，会当来对伊诶影片来做一寡回应安尼吼。好，我简单介绍到遮。哦，遮多谢。多谢梁公遐介绍吼。遮下面有补充吼，文字标准化甲腔口要传承要教学无冲突。平字甲标音是两款台语有人要讲要学较要紧，自然语言甲腔口就会传落去。这是下面伊咱迄落李青，咱搁互李青讲，因为伊嘛是一个对即个足有迄落，李青请讲嘿。好，大家好，生日快乐吼！我是住伫法国的阿青。其实因为拄仔迄梁公遐有讲到讲即个腔口对即个咱这台语文的即个可能是可能较赞成较一致化。毋过我家己拄仔迄位老师嘛有补充嘛，我家己的想法是讲因为我嘛是算拄仔开始学无多几年仔尔啦。我家己的。因为我伫法国看到讲，因遮有迄种意大利的小说，意大利小说，伊咧足趣味，就是佮甲人甲讲是讲，伊是用意大利因咧算因咧南部西西里亚，因佮伊用当地的语言的方式，所以我就看到讲，哎呦，因较有可能因为英文全拢是用罗马字咧写，所以讲我是想讲，若这样讲，因为一般有个人去西西里亚佚佗的人讲，因遐讲的意大利的。讲意大利文嘛，含意大利伊讲一般人讲可能较正统嘛，无相共。因连小说拢会使用意大利文来写，安尼佫会使翻译来国际，安尼佫足受欢迎。所以我想讲，但我家己毋捌意大利文，我毋知，跟因文学无了解。毋过我想讲，因若讲做会到，因嘛会使有一般，人讲可能较一般的即个意大利文，佫会使写因。迄个各地方的即个用安尼个写小说，我讲安尼是嘛有安尼一个可能性，应该是无冲突。因为我感觉安尼台语本身就意味声调的即个足丰富，佫各地连字也是讲发音，佫声调拢啥物拢有变化，感觉其实安尼嘛是真好个代志吼。安尼以上。好，多谢义清。咱即马佫足侪人咧发言的，逐个。老师毋知佫有迄个体力通好迄落无？即摆咱拄仔有讲过啊吼，就是讲若是迄个有较晚的人吼，要退场不要紧，要留落来遮，咱就自由发言安尼啦吼。我感觉咱即个论坛内面吼，一个特点就是讲会当互人有充分安尼互相来交换吼，安尼会加真趣味安尼啦吼。好啦，我无问题啦。嘿。就吼对腔口的讲法吼，可能头寡有小可误会迄个吴医师的意思，因为吴医师伊有一篇小说吼，叫做《归林阿嬷》。迄个归林阿嬷吼，伊就是会当甲迄个归林的腔写出来。嘿，因为我感觉你也用白话字，你就有即个特点；你也用中文，你就无办法写腔口。所以我感觉。是咧，拄则迄是我讲的，毋是吴医师讲的吼。所以可能迄个大家有小可误会啦吼。我的意思可能嘛讲一个足简单吼，无机会通充分的说明啦吼。迄个当然这是爱看到尾啊，咱即个咧做文字的人，毋是用规定的啦吼，是即个上理想的方法，就是讲 bottom up 吼，有作家。慢慢啦，有些作家慢慢啦，甲吸引起来啦，吼。我即摆咧讲的是，
其实是针对我最近参加一寡专用白话字咧读的一寡实际情形啦。就是讲，若上年纪了后吼，要用专门的去读吼，其实是足尔困难啦。要读到安尼讲，迄个期末字啥物物件拢会走出来吼，含讲用汉罗文去读吼，其实是效果要读白话字写可能简单，毋过要用去读甲讲，迄个期末字会出来吼，无遐尔啊简单啦。所以即摆所以说是就是讲咱选择的问题啦。你若是讲徛伫讲要真紧，要较紧会当互白话字诚做一般即摆小学生咧开始会当读，国中生开始会当读的遐物件你若要搁用足侪种腔口去甲教迄是我是感觉讲迄负担伤过头重啦当然，若是我文学家。文学的创作的内面有特殊的即个必要性的需要的时，当然应该迄当然嘛是个人的自由，也是讲迄是迄个创作者伊看伊要达到啥物款的目的。到尾啊，有若是讲来讲去，若是讲到即个文化通路啦，若是讲有够个文化通路，即个作者逐个足爱读伊的作品。伊自然遐个物件，伊就会留落来嘛这是我安尼补充说明我看吴医师搁举手，吴医师你敢是要补充？吴医师你来开麦克。呀，遮刘公遐小可有替我补充啊啦就是讲若长期来讲长期来讲即个文字的固定化就是罗马字固定化就是讲脱离腔口的即个写法真要紧啦，因为比如讲啦咱要写台湾的宪法，你若无固定的迄个无腔口的迄种写法你无法度通写因为法律的字一字就是一字写法无相就是无共意思所以若长期讲起来，其他科学的物件啥货，共款即个问题长期讲起来即个文字甲腔口可能就爱脱离啦，爱脱离才会清楚啦但是伫文学的范围内可能即个就无介严格，因为安怎呢？因为伫文学的范围内读者会当大声地了解讲，作者伊写的是有腔口的关系伫遐，所以较袂误解啦，特别是即个文学是一个艺术的物件，毋是科学，毋是法律遐尔遐死的物件啦，所以伫文学的范围内，我想可能较有讨论的即个空间啦，这是我为即个作者的角度来看啦，好，多谢。好，咱即马阁有一个陈正准举手要讲的进前，我先讲，其实像即种咱咧看陈瑞生的，也是陈明仁啊，也是讲看哪字老师写的即个文章其实因的口音腔口已经拢用白话字甲表达出来这就是汉字做袂出来即马嘛是考过有老切论伫个遮嘛是讲到即个问题，只有用白话字才有法度标音啦即马咱请陈清俊来讲好无？多谢，安尼有听到无？有真清楚嘿。我陈清俊，我住伫洛杉矶迄个我是田中人，即个腊字我真欢喜看到你，你个坎顶人，我是住伫中路里，迄个火车头对面的，我即摆来伫遮，我听看你的著作有影真好，真好，
我要补充一点，你毋若干那会当写生活台语吼，你会当佫推进一步落去写政治台语嘛会使啊。我的意思咧，我真欢喜看到你啊！我希望我若转去，我4年若选举的时，我拢会转去。啊，我会去田中，我田中遐真侪朋友啦。啊，若有机会，我会甲你联络。我毋知影要安怎甲你联络。迄个，我希望吼，因为我观察吼几啊摆，我逐摆的选举，我发现田中若是赢，台湾就赢啦。我有发现这个嘿，我已经观察差不多20-30年啊，30-40年。田中你注意甲看，你会当去调资料出来。田中若赢，台湾就赢。啊，所以你的迄工作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真正啊，真佩服你。你的周围的人，我可能原来有诶，可能会知影啦。咱若有机会吼，再佫进一步联络。哦，我原来黄龙江校长，伊的后生遐，我原来拢会去找因啦。嘿，迄个，所以我毋知影，所以真欢喜看到你。哦，安尼简单讲到遮。多谢迄个多谢你。陈俊兄嘿，迄个咱一老师伊个人真正。